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民进党的总统初选，6月7日要举办电视政见会，由咱华视来转播。10号到14号做民调，这个手机啊甲市内电话各占50%，并且甲韩国瑜甲郭文哲提入来做伙比民调。讲这套初选的方式对蔡英文较有利，这是互支持赖清德的本土社团真不满，将要发动反腐选的行动。 民进党总统初选办法确定，纳入手机民调甲市话各占一半，民调进行三卡赌对决。纳入国民党韩国瑜甲无党籍郭文天，也无本土社团对中执会通过的过程真不满。我们过以前的万年国会也是一样，共识不表决，这个是非常的让我们非常的失望。我们发动反腐选，专门在做派系分赃，在做黑箱操弄的参选的立委，我们也一定要把它做反腐选的动作。是倒一寡立委是不是锁定挺蔡总统用下立委要你观察，要国党内继续咧话团结较有力量。如赖清德院长所说的，生命要留一点裂缝，才能够让阳光照射进来。 希望双方的支持者的冷静，就看6月7日电视政见会，什么人我都提出证情。透明的呈现出来，这是一件好的事情。那我们就期待6月8号。民进党总统初选将伫6月7日举行电视政见会，由华视转播。伫下晡也是暗时的时段，都要搁进一步的确认。伫大家关心的电视政见会结束后，7 10到14才进行民调，决定胜败。